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高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咱国内疫情稳定，搁在放零防疫措施。这是交通部的民航局宣布讲，对上山、台中、嘉义、台南、甲高雄飞去外岛的旅客，报到的时阵唔免搁写健康声明。交通部的民航局伫官方网站公告讲，对今日开始去外岛的旅客，伫机场报到的时，唔免搁写健康声明书，因为咱国内疫情稳定，10月20的时就已经先放令去外岛取消伫机场快筛，即马搁再放令。不过民航局嘛提醒讲，有感冒症头的民众就千万唔通坐飞行机，爱量早去互医生看，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来关心欧盟，昨嘛宣布讲要升级咱台湾的数位注射证明。咱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数位注射证明拍算后礼拜会当开放申请。民众出入欧盟，通关就变个较利便，流程嘛变较紧。陈时中嘛表示讲，唔拿欧盟，咱甲真侪国家嘛拢有咧直接，有成就会对民众说明。春节回台检疫方案上路了后，一一地陪旅客伫防疫旅馆采检，那阴性就应登记出来完成后续检疫时间。不过医院检出2例阳性确诊，目前已经受伫病院隔离治疗，有医师烦恼，同款的状况可能会发生。进前新北幼儿园群组事件，指标个案埃及爸爸都是伫感染后期，阴阴阳阳状况，要防止疫情进入社区，甲人口公共卫生手段。这种案例一定会有，好，所以说这是公共卫生，只能把你的风险做到说保护你95%，保护你99%，可是你95%就会5%，你99%就会有1%。另外，欧盟一一宣布承认台湾发的新冠疫苗注射证明书外界好奇，疫苗厂牌是不是包含国产高端？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表示，欧盟承认的是疫苗注射证明有效性，而且不止欧盟，也有真侪国家也继续参详当中。疫苗证明是认这个证书的效力，就承认这样的一个证明它的有效性。那至于里面相关的疫苗的认证，那各国采用的标准各有不同。但市长强调，台湾疫苗数位证明得到欧盟认可了后，民众出入境的时阵会用加速双边通关流程，未来也适用伫国内大院、长照机构、加8大行业等。相近下礼拜公布台湾版数位疫苗证明实施细节，开放民众申请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日前是批准辉瑞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口服药，会使互患者放伫厝内食。这是全美国头一个摕到会当踮厝内食的口服药。那英国是宣布已经签好合约，要买425万吨的口服药，伫明年初会上市。Omicron 变异株正在全世界主流病毒株以来，英国感染人数增加正紧。日通报过去24点钟久，新增加超过10万例确诊，是疫情发生来上悬。英国政府宣布已经拍合约，卖425万例疗程使用的2种新冠口服药啊。It will certainly help to keep lots of people out of hospital, and this 4.25 million additional doses is on top of the 730,000 we'd already purchased, so almost 5 million doses now. 这425万剂分别是辉瑞的 Paxlovid、加美国默沙东集团的莫纳皮拉韦，按算明年初上市。牛津大学正伫咧进行莫纳皮拉韦的全国性试验，只要民众有感染症状，就能加入这项试验。因为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日批准辉瑞生产的新冠口服药Paxlovid 会当伫厝内使用。路透社报道讲，这种口服药会当用伫咧治疗高风险族群的成年人，也有12岁以上的青少年。不过专家拢认为，注疫苗也是预防新冠病毒上好的方法。口服药应该是辅助治疗。卡车再来倒入去本所场的是100多万剂 AZ 预防针，那是你也政府日消费这批疫苗，因为拢已经过期。Even as we accepted these vaccines, we are cognizant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to overcome in order to get these vaccines to the arms of Nigerians. So I'll tell you, for example, some of these vaccines came in with short lives of about 4 weeks. 奈吉利亚也讲，未来未搁再接受关键保存期限上短的新冠疫苗。土耳其是宣布第一期国产疫苗 Tricovac 已经摕到紧急使用授权，公立病院会伫咧10天内开始做。Üstelik bu aşının
tamamen kendi bilim insanlarımız ve araştırmacılarımız tarafından geliştirilmiş, patenti bize ait olan bir ürün olması çok daha anlamlıdır. 官员讲，这个vaccine作为加强剂效果正好，不过也无对抗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相关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讲，会对全人类分享这种疫苗，并且伫咧全世界上市。公司新闻陈伟林讲记抢朋友。 旧历过年特别到啊，食的物件寄来寄去，政府嘛全力防止非洲猪这个病毒在猪肉片拖入来咱台湾。昨昏农委会就是台南有抓到对泰国寄来的包裹，内底有藏猪肉烟肠，检验出非洲猪这个病毒，这是头摆对泰国的邮包内底验到非洲猪这个肉片。 这是为一件对泰国寄来咱台湾内底有假猪肉做的烟肠，检验出有非洲猪这个病毒。 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是表示讲，虽然泰国目前无向世界动物组织 OIE 通报任何案例，嘛无认定讲伊是非洲猪这个疫区。也毋过咱台湾伫2019年就已经甲泰国在内所有东南亚的国家列作高风险地区，嘛呼吁国人毋通违规，同齐阻挡非洲猪这拖入来咱国内。 来关心缅甸日发生严重的矿灾，这是北部的克钦邦一座玉矿场熊熊崩起，目前已经知影造成1个人死亡，也阁还有超过70个人失踪。 所有人员伫咧后面一直巡，希望会当找到人。救生裤敢若已经用袂着，总共出动200多位搜救人员。不过土石正高、正歹挖，到目前只敢若挖到一具尸体，还佫有几落10个人下落不明。日透早4点外，缅甸北部克钦邦帕甘地区有一个挖鱼仔的矿场崩落，民间团体克钦网络发展基金会讲，土加挖矿的废料对60公尺远的山壁顶头出来，讲到正伫咧采矿的人有超过70个人被冲入去湖底，至少有5位少年妇女甲3间店被土石逮掉。全世界90%的鱼仔石拢是自缅甸所产。伫大城市阳光100-950公里的帕甘地区，有世界上上丰富的鱼仔矿，每年的产值是几落10亿美金。不过也因为当局的管理无好，常常传出采矿的伤亡意外。去年就要甲300人被土石逮掉。 缅甸军队加少数民族游击队有当时也为了要控制这个区域的矿产，伫咧遮发生冲突。2016年，缅甸政府前领导人汪山书记讲会整顿盗采行为，不过一直拢无做到。虽然军政府下令一直到2022年3月进前禁止采矿，不过这马遮拄好是雨季，以外有几落百人来遮挖矿，大部分拢是较善食的百姓，盗采料拢出口到中国。自然资源开采加侵犯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讲，这场矿灾提青世人伫帕坎性命的价值比鱼仔矿还阁不如。军方要靠这个矿场赚钱，付出的代价是采矿善请人的性命。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镜头搁倒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水气减少，温度会回升，敢若剩北部、东部有低渐雨。若西半部拢是好天，也毋过早会较凉冷。咱来看温度。今日是透东北风，阁有一寡水汽。地区北部、东半部、中南部的山区有机会会落雨。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是侪云，中部以南阁有机会会出日头，也毋过爱细日早暗天气会较凉冷。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敢若15度日。今日日是温度就会回升，高温有22度至28度。明仔载天气会阁较好，乡亲会当把握这2天的好天气。若拜六耶诞节有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会到位，强度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级数，低温敢若剩10度左右。全台湾温度拢会下降，愈换愈寒。礼拜日甲后礼拜一上介寒，而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嘛有机会会落雪。伫拜四、二三，水气会慢慢收大；拜五、二四，天气稍较稳定，中部以南有机会看到日头。不过，伫迄天暗时，冷气压瓦群，温度会开始降，全台湾拢感受会到。冷空气的强度，瓦群强烈的带入冷气团的顶级，有可能搁再增强成做寒流。我们的预测最低温大概是会出现在礼拜六的晚上到礼拜二清晨这段时间，在中部以北，还有我们的东北部地区的低温呢是下探10到12度。那我们的南部地区夸东呢，最低温呢，大概是12到14度左右。
那沿海空旷地区还有我们近山区的平地温度还会再低。气象局讲，这波冷空气也是立冬以来上强，沿海较空旷的所在温度可能降到10度以下，国加上有水汽，会感觉更较冷。气象专家分析讲，冷气压来了，有机会搁带来境外移入的禽流感，家禽养殖业要特别注意。专家提醒讲，民众要严防寒害。随着一波一波的冷空气下来，这种境外移入的这个禽流感风险确实有逐渐在增高。养殖这个鸡、鸭、鹅啊，或者是一些畜牧的朋友们，第一个要确保你的禽舍这个保温设备要适当的启动，要注意透气。预计伫28后礼拜二开始，冷空气才会慢慢减弱。不过辐射冷却真明显，另外要注意透早温度会较低。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甲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交付日托引起争议。立法院长游锡堃今仔日会调集调野协商，相关人士是表示，若是有达成共识，各部会预算就会送登去委员会完成初审，这是上圆满的结果。也毋过，调野若是无互信，得进入议会算人头进行表决。若是安尼时，调野的冲突是免不了的。来看《自由时报》，建商刑法法的平议润东建设投资区北潭水岸高级主体，国宾大院申请建造的时是爆发旅馆的用地变做好野人厝的争议。当时新北市工务局的人员看事件，涉嫌变更建造独立建商，调查局伫昨昏出动搜索，约谈相关的人士，计共13个人移送法办。来关心《中国时报》。台北市是发生全台湾头一个防疫旅馆送唔到确诊者的汉古代，这是有一间防疫旅馆因为验到一个阳性的确诊者，爱甲送病院治疗，结果宣布唔对去，送唔到人。送到病院时采检才发现讲，这人是阴性的，发现讲送去的唔是确诊者。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个案，也阁有新增加14个大病入境的案例。这14个内底有2个是过年检疫方案，是经7天加7天这个方案的民众，等去处理进前采检验出阳性。另外，嘛有新增加7个 Omicron 的病例，目前咱国内 Omicron 病例计共12例。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日增加14例境外移入确定病例，其中2例是春节检疫7+7+7方案，拢是突破性感染。16942例是本国籍20外岁女性为美国入境，登去检疫进前采检确诊。16947例是本国籍20外岁男性。伫11月捌伫越南确诊，入境了后，登去厝内检疫进前采检确诊。那这2例因为都没有进入社区，这个所谓7+7的阳性的部分，所以对社区是没有产生威胁的。另外，国内Omicron病例都各增加7例，分别来自美国3例、英国2例、奈及利亚加加拿大各1例，全部拢是完整做疫苗的突破性感染，其中5人无症状，7人症状较轻，而且12个人拢无鼻部的症状。目前国内已经有12例Omicron个案。那这些轻微症状有包括就是咳嗽、鼻塞、喉咙痛、流鼻涕，然后头痛、全身倦怠，等等。那只有1位是有这个发烧的症状。另外，要伫个24全面开放第4期、第3期做无共款牌子的疫苗。有民众汇报一管家资料分析发现 ，AZ 加莫德纳的副作用比例较悬。第2期出现住的所在会痛、发烧、头痛这症状，比 AZ 加 BNT 的比例较悬。有专家建议，第1期做 AZ 的民众，若想要有较悬的保护力，佮烦恼发烧这副作用，若想要做，会用佮做高端疫苗。台湾自己的资料已经出来了，混打高端的都比原来 AZ 加 AZ 的高了好几倍。那高端最近我们常看的资料是高2到3倍，那莫德纳混打的时候有时候可以高到10几倍，所以目前这是一个考虑。对外界关心第4期疫苗规划，指挥中心强调，国内第1期疫苗已经做1860万剂，第2期是1540万剂。即摆依照数量来算，明年后年台湾已经买莫德纳次世代疫苗3500万剂 ，AZ 也500万剂 ，BNT 疫苗也在参详当中，应应用第3甲第4期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38万人啊。来看最新的统计，
咱来看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840例。中国嘅病例已经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200万例，印度是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嘅国家伫英国是超过1100万例，伫法国是超过875万例。俄罗斯乌克兰即马边界是真紧张。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是表示，准讲西方的国家直头惹事，俄罗斯就会采取军事行动来回应。不过伊嘛讲，伊希望甲美国总统拜登会当坐落来好好参详、好好讲。不过北京是回应讲，美国无即个计划。俄罗斯甲欧美国家最近因为乌克兰的代志闹甲真无欢喜。8日，俄国总统普京讲话时阵，敢若暗示俄国甲乌克兰边界恐惊发生军事冲突。Разумеется, как уже отмечал, в случае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явно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линии западных коллег, мы будем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адекватные ответные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е меры. 普京指控美国甲北约组织伫咧乌克兰掠代志，才会造成局势紧张。俄国只是被迫回应。Но то, что они сейчас делают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или пытаются делать, и планируют делать, это же не за тысячи километров от наш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ницы. Это у порога нашего дома. И они должны понять, что нам просто некуда дальше отступать. 这是普京针对乌克兰局势第一遍暗示讲会动用武力，也个警告讲绝对无允准欧美国家组成的区域性防卫联盟北约组织向东边扩张。意思就是讲，北约袂使互乌克兰甲其他前苏联国家加入，也要停止军事部署。点句也强调无愿意发生流血的冲突，希望用政治甲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要求西方国家提出明确的法律保障，也愿意甲拜登面对面坐来谈。Leave that for another day. There are no plans to do that now. I think we have to see if,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ere's any progress diplomatically. We also want to see Russia de-escalate to move forces back from the border with Ukraine. 俄国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并且支持乌克兰境内分离主义势力了，甲美国关系就正歹。伫最近几礼拜，西方国家指控俄国伫乌克兰东部的边境部署超过10万兵力，局势是更加紧张。外界担心会发生军事冲突。就伫咧双方比拳头武功的时阵，俄罗斯减少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每工的出口量自2700万立方公尺降到500万立方公尺。有分析讲，俄国想要就此对欧洲施加压力，因为欧洲天然气正依靠俄国。若是减量，冬天的天然气价格恐惊会大起。有人认为，这甲德国暂停审核俄国另外一条北溪天然气2号管线有关系。也毋过一寡讲法，俄罗斯拢否认。公司新闻市万玲编辑。来关心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已经落几若天的大水雨咧做大水，上无已经造成17个人死亡，有6万外人撤离离开家园。民众是批评因的政府救灾上慢，因的首相嘛有出面回实的。搜救队坐细车船伫逐栋建筑物内底协助调伫内底民众，为另外一个角度看空翕的画面，会当看到厝、汽车拢浸伫水内，规个市区差不多拢淹去。马来西亚为17以来连续落大雨，造成大淹水，有8州受到影响。虽然雨停啊，大水嘛开始退，不过也是一寡人的厝毁损、财产损失无法度估计。截至目前，至少17个人死亡，6万外人无厝通住。Ini lagi teruk dari yang biasa. Pasal apa? Kebanyakan perumahan, kebanyakan orang yang kena efek ni semua tak dapat nak disangkakan macam mana dia boleh efek macam ni. 电力系统供电也未完全恢复，民众无法度联络厝的人，佮加上政府真慢的救援速度，互民众批评政府救灾无适当。根据马新社报道也讲，马来西亚首相伊斯迈沙比里公开承认当局对救灾工作处理无适当，尤其是伫灾区上严重的雪兰莪州。另外，大马卫生部长讲，22早起接到通报，收留灾民的避难中心传出有181个确诊，目前无法度实施标准流程，所以大水恐惊互疫情进一步恶化。Macam baru-baru ni sebabkan diorang kata diorang lepaskan air daripada dam, daripada empangan, so kita risau air akan naik mendadak. So kita orang ambil keputusan untuk sewa lori
dan ambil anjing kami tempatkan di penempatan yang lain. 那是离首都吉隆坡不远远的一间动物收容所，过去2遍因为大水损失严重，决心装监视器。好佳在即届大水要来进前，感觉唔对，第一时间就重新安置收来120只猫仔狗仔，才无造成更侪伤亡。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叙利亚内战已经战10冬，造成50万人死亡，几若100万人有路无厝。即马是寒人无厝查封，连香火的物件拢无，因只有去捡一寡粪扫来烧，若废弃物嘛烧出一寡歹物质，造成当地人即马气管拢破病啊。乌马拉格达因翁赛伫战争的时阵不幸死亡。3年前带囡仔去伊德利卜的卡夫尔阿罗克营区，希望伫遐避难避过战争。寒人的时阵，卡袂到温度就降到0度以下，对因来讲要生活是真辛苦。أنا أولاد الصبح كل يوم بيبركوا من النوم فيق ما بلاقيهم إنه رايحين يلموا نايله من الشوارع بيلموا أكياس حفوضات الله يعز حداوي ايش ما لقوا بيجيبوا لها الصوبة عند امرأة هون بيحطوها وبيتدفوا بيتحموا عليها بيطبخوا عليها كل شيء عليها بتسوي بيبركوا الولاد 一个到寒人，叙利亚也就是叙利亚西北部，现在传出悲剧，这300多万的族民，有尾一半拢是因为战争有路无厝。虽然援助的机构现在提供因布棚、毯仔佮衫仔予因，不过需求是一直在增加，各界管的善款嘛已经无够用。联合国难民总署讲，援助叙利亚人度过这个寒人的费用是1.82亿的美金，不过到目前为止，敢若总着一半的钱尔。无国界医生组织 MSF 伫叙利亚的西北部几10个营区拢有设工作站。因顶个月警告讲，用无安全起火方式来预烧，会互治疗呼吸道疾病、甲并发症的人大大增加。这是因伫当地甲患者做治疗的3大疾病之一。بلة وهناك عجز واضح وصريح من قبل كل المنظم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حيث أن المخيمات أكثر تعاني من موضوع الطوفان وصعوبة الطرق فيها والطين وما شابه ذلك ويقع على عاتقهم أيضا صعوبة تأمين كل من المدافع ومادة البيرين أو مادة المازوت.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国的西安市肺炎疫情严重，即马佫爆出鸟鼠啊咧传的出血节嘛真食力，所以宣布从今仔日开始封城。来关心美国通过飞水口服药会当踮厝来食，那美国总统拜登是封城讲，捌接触过确诊的无聊，今仔日伊会过采检，不过结果还袂出来。来关心香港大学校园内底纪念6四天安门事件的各项字条记住。当是熊熊互被捕砍起来，上新的消息是，透早5点已经刷走。来关心咱国人爱啉手冲茶、爱啉饮料，也毋过啉煞杯啊，才本事是真惊人。每年7月份开始，袂使阁用玻璃拢的杯啊。这是环保署表示讲，要禁止使用玻璃拢的杯啊，会对明年7月份开始实施。店头会使鼓励消费者家己炸杯啊。另外，连锁的便利商店熟食业者对民国112年开始，嘛互政府要求讲爱提供会当搁再使用的杯啊。政府会发动稽查，业者若违规一改，相关的方法6,000，若无改善，就当一直罚。来关心新型的学测，伫明年的1月21到23要考试，这嘛是108考纲实施了后头一摆的大考。剩无1月日，学生囡仔爱安怎准备？来听专家的建议。108年考纲实施了后，头一届高3升过30天，就要参加新型学测。高中的英文老师讲，分科测验无考英语。有学生感觉考一遍就决定一生的命运咧烦恼，不过从9月起办考试到今，甲看起来题目真简单，唔免过头担心。循序渐进，把前面5级的单字把它做一个总复习，因为其实语言的学习它是一个不能间断的，你可能一个单字今天看了1个礼拜之后再看，可能又有点不太熟悉。语言学习需要长时间来练习，国文科嘛是同款。国文科老师问讲，伫个尾仔阶段，学生会当调整家己读较长文章的这款心态。伫最近真热门的这款王力宏的新闻，嘛会当来听做真好的素材。学生唔通干那将伊甲当作是咧画仙，是要讲出家己的观点。虽然同学还没有进入婚姻，但是父母亲不就是一个婚姻的一个样板嘛？那个女性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中，她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都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观察跟思考。
三大主考数学有 A 甲 B， 高中老师强调讲，最后阶段就是写题目，都爱加写来练习。若是讲去看到有较下时事的公投这款的题目，都唔通用家己的生活经验落去解脱。反而你要更聚焦的是在所谓你写错的题目，或者是你有一些部分你认为它是叫做计算错误的题目，其实你可以再反思反刍再一遍的练习，因为你所欠缺的就是那临门一脚。专中教讲，试办考试的各因素含这个社会科袂伤过头困难，干那这个自然科有较难，其中生物甲化学连高中老师因家己阁写真久，呼吁大考中心伫咧正式命题都爱去顾虑到学生的程度，才袂去打击到教学的现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铁上任了后，伊就是取消中央的敬老金，也毋过伫顶个月，台北市议会有通过中央敬老金的自治条例，这是引起郭文铁不满，向议会提出复议，也毋过议会表决市府的复议案是失败的，也毋过台北市政府无死心，即讲即马拍算要向行政院申请即个自治条例无效。为着中央敬老金，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台北市议会是互相无相让。11月7日，国民党团提出的台北市中央敬老金地上自治条例伫议会通过，要求市府恢复发中央敬老金。郭文哲不服，提出复议案送议会，采用无徛名表决。二日表决进前，双方伫说明的时阵，气氛是无偌好。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有钱没钱，不排户的、齐头式的普遍发放中央敬老金。很遗憾的，他们不让我去议会报告，只求迅速通过法案。将发放的金额决定权交给市府，可以视财政状况等酌予发放，已经给足了市府弹性行政的裁量空间，并没有设伏排挤的问题。为2016年开始，郭文哲取消台北市65岁以上的集会人一年1,500块的中央敬老金。国民党团表示，这个通过自治条例，并无明定爱发偌济钱，敢若有定出发放的对象甲等级，甲发偌济钱的决定权交予市府，会当看财政的状况来准则。针对市府提出的复议案来表决，国民党团甲级动员，佮要求党籍议员投票都要徛起来录影，也那民进党团嘛表达支持。省下这笔预算之后，却花了好几倍的预算。与其这样做，倒不如恢复原来的制度。表决结果通过，维持原决议。在国民两党人数优势之下，有48票赞成，达到出席议员2/3的条件，7票反对，甲5票弃权。市府的复议案封杀，代表就要实施议会顶个月通过中央敬老自治条例，依次爱发敬老金。不过，市府表示，等议会甲复议案的结果发函去市府了后，会照地方制度法43条向行政院申请敬老金的条例函过无效，嘛质疑立法权超过行政权的核心领域，有违宪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财务公司2017年成立，甲大拢无调整过薪水，而且全部人员的薪水是咱国内4间公营的财务公司内底薪水上低。今年有请新的80个人，也毋过即马已经有70个人拢离开留袂掉。台中财务公司的董事会即马是通过调整薪水案，宣布明年元旦开始，所有的员工薪水会起7%。台中财务公司董事会2日通过要调薪水，明年1月7日开始，全体员工会加薪水7%，有报市府核定。消息传出了后，员工是拢真欢喜。有吓到，对，就是比预期再高一些，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过年的年前的礼物啦。对啊，也会就是本来可能没有什么表情在上班，现在都笑着上班。根据台中捷运的统计，今年11月份载客量是25101人次，11月27高一天的运量有32664人次，创下疫情3级警戒以来的新高。即卖人地有变济，不过员工的薪水却是袂顶袂动。以全台湾4间公家捷运公司的全部人员月级来做例，台中捷运是28373块，是吊车尾，比共度的减5000至7000。为2017年成立到今，薪水拢无调整过。今年人力流动是要到9成。以今年来讲，我们禁用了80位，已经离开了70位，因为薪资太低，低到劳动部的最低基本工资，我们的薪资表还比他低，只有23000多。台中捷运公司表示，员工的薪水是参考2011年台北捷运公司的结构定的。上基站的服务人员
月给比目前法定的基本工资还佫较低，若是无调薪水，甚至连招人都困难。民众嘛表示赞成。OK 啊 ，OK 应该啊，应该。啊，因为比人家低啊，对不对？比人家低，应该是加薪的，是应该的啊。很好啊。怎么说？毕竟物价都在涨，就跟着一起，就是也薪水也是要跟着调整啊，不然就说来是蛮难生活的。台中捷运公司强调讲，因为目前营运也是伫亏损的状态，所以明年加薪水了后，还算会加3500万至4000万的支出，会以减少10%露出的原则，才会省起来人事成本来运用，袂影响公司的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民间是咱全台湾种地面积上大的产地，而咧是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当地山区雨是落甲真粗，雨落甲真大。对地农来讲，即阵雨是拄拄啊好，因为这个所在若是要压地园、要压水，拢爱抽地下水。这场大雨，颠倒互因会当省一寡成本。地农用心照顾地园，即几工仔山区落大雨，对地农来讲，真正是落了长潮时。比去年做大换，今年冬仔地产量会比较乐观。成本降低成本。怎么说？因为不用洒水，最起码还保持了1个礼拜。地农讲，这2工仔落雨，互因省袂少用水压地树的成本。若是南投民间的地园，用水的水源欠缺，不过这2工仔落雨，已经有够应付这个月用水需求。农民要看土地的含水量来做一个调整。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一次的雨就是省掉很多的金钱，你不用浪费很多的那个灌溉水的那个金钱去投入在土地里面。陈金昌表示，南投民间乡种地面积有2000多公顷，不过因为是属有八卦山的山坡地，必须要申请抽地下水、带管线，也是买水来压地园，每10天都要压一届，每公顷成本差不多2万至3万，对农民是沉重的负担。县政府讲，已经甲农水署讨论分期改善。茶树这个部分，它其实是要大量的这个水源的灌溉。如果能够纳入到农水署的相关的管理处这边做整体的一个维管跟营运，那应该是能大幅的降低购水的一些费用。南投县政府表示，会会同农林署检查八卦山山坡地管线规划，建立统合的用水系统。若是山区这个农田原来有污水池啊，串联互相支援，农民除了加强地园管理，也会进行品种改良，互较耐打的，适应当地生长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的莲雾是真出名，嘉东农会即马拍拼咧产业发展，要打造透红佳人梦想乐园，就是要设计一个莲雾的主题馆，也有观光工厂，而且有莲雾以上的公园，占地是1公顷，希望结合地园产业，带动地园的观光。正前，中国化工搁要禁咱的石刻往来甲莲雾，消息传到来山区，屏东嘉东这农民算是老神在在，因为嘉东农会自3年前就提早准备，打造透红佳人梦想乐园。现时观光工厂也要正式运转，甲莲雾加工规站的过程隆重公开。梦讲除了青果贩卖以外，搁拼出一条销路。其实我们是将莲雾丑小鸭华丽转身，只要华丽转身变成一些加工品以后，它就是可以去创造它的价值哈。但是它不只是一个代工厂，那里面我们会从科技啊、文化啊、文创啊、创意啊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梦工厂。蛮好的而且我本人很喜欢吃莲雾，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进来看一下。嘉东农会这几年打拼发展6级产业，所讲的6级，就是对1级的生产、2级加工到3级的贩卖，1加2加3全部总包的营销方式。台湾果子受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农会打造莲雾基地，望讲会当整合销路，提升在地特产的价值，而且把这利润拢留好调，佮转转予在地农民。希望说结合在地的所谓的食农啊，完成一个以地方创生为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莲雾梦工厂的一个基地，配合到我们的之前开幕的一个探索馆啊，还有我们的窑坊啊、透红小铺啊，这样整体的一个搭配啊，完成一个透红家人梦想乐园。我们刚开始，我们还是采预约团体制哈。嘉东农会所推出的莲雾品牌透红佳人梦想乐园，规个园区包括主题馆、公园、控窑、工厂等等，未来阁要加种8丛的莲雾树。期待莲雾基地会当愈来愈完整，那帮助在地产业，也通继续带动地方的观光。
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囡仔生少，学校拢爱发展家己的特色。伫云林河北的共和国小，是用友善政策推动儿童教育，甲这正做特色。嘛邀请外海学校来互相交流，互学生囡仔带学生囡仔了解家己的土地，了解生活知识。为着要鼓励学生会当对日常生活来学习，教育部推动户外教学课程与教学计划。全台湾有12间户外教学的基地学校，学校之间会当互相交流，熟悉无同款的生态甲文化。全台湾寻找各种不同样类型的户外教育基地学校，然后来发展他们的户外教育的校本。那这一次很高兴来参观国小，那他们的特色是在鱼乡的课程，就以渔业产业为主。那这次来到的是云林的光复国小，那光复国小刚好是以食农教育作为校本的课程，所以这是一个从海洋到田园的一个交换，然后跟互相体验。交流的过程当中，学生亲身来甲新朋友解说。透过教育别人的过程，本身学习到相关的知识，也训练到口语表达的胆识。利用大到无同地区深入了解，把课程的知识化作实际操作。那两个地理不同，这个物产的条件也不相同，所发展的校定课程也不一样。那这样子的交流，就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去不同的地区学习不同的学习内容，对孩子的生活经验的增长非常有帮助。互学生亲身行入田里，知影一粒米百粒汗的道理，也因为有亲身参与的过程，较赢伫咧教室内册本顶台教学，有亲身体验的感受，一定是一个难忘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国立台湾美术馆发展数位艺术，今年是第3档举办国际光影艺术节，邀请4个国家来参加展览，有10件结合古迹、形意设计的作品，希望会当正做文化实验的源头。五彩灯光闪闪是用5G 技术结合光影、立体媒材、形意设计。作品主题包括 Metaverse 元宇宙、地心力，以光线做主题，打造剧场、舞台，也阁有光影空间。2022年台湾国际光影艺术节，希望正做文化实验等的起点。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新しい通信規格 5G を利用して。単に高速低遅延通信を行うだけではなく、ダンサーとロボットのインタラクティブな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による斬新的なパフォーマンスの実現を行います。我希望用光去做一个角色，甲观众进行交流，和观众入来我的作品内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国美馆表示，今年是台湾国际光影艺术节第3届举办，克服疫情、下国创作甲电视的困难，顺利邀请台湾、日本、澳洲、法国4个国家的艺术家，打造10组互动性的光影作品。国美馆已经发展数位艺术已经20档啊，伊事实上培养出做优秀的年轻的数位艺术创作者。那我们希望讲伊会当伫遮有一个较大的舞台，会当在遮做展览跟表演安尼。策展人表示，展览的核心理念对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诗所来，期待观众享受伫咧光影内底，正做一种流动的水景地，比英国的灯节更较清澈。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台语文献榜来看，台语作家郑顺聪最近有出一本台语诗集，我就要来去。内底是用真侪水气的台语来讲家己的心情，而且阁有找人来读诗，出有声音版的，带乡亲也嘛做伙来听诗。咱对幸福的认捌是巴甜的色水，或者甲无必要的放掉，看赢一溜点睛。一首诗有几若种配音，好听的人感受无共开口。作家郑顺聪头一本台文诗集，我就要来去，分作心情、14段诗甲自由诗3类。我希望讲，咱即马甲台语的口语的，阮自细汉听到迄个口语，甲即个咱即马新的台文运动所即个成果甲夹做伙，去写咱即马现代人的心情。
我感觉这是我就要来去哦，我希望有一个轻飘的这个感觉，嘛咱台语是有新的城水。陈顺聪表示，这本诗集叠集各档的字句，甲生活上的心情、心肝头的话，用短短的字来抒情，嘛甲一寡咱即马科技讲的字，创作新的台文词、新字句，希望甲台语对语言提升到文学的层面。这语言袂输一个工具，咱甲咱的心情甲讲出来，甲咱看到的代志甲写落来、甲写落来，过来就是。会当去创作咱新的语言，所以我内面做者新词、新的字句、新的词的用法。我希望咱台语唔那是语言，讲会通就好，也是强调咱台语的开口，是讲咱台语就是创作一个新的语言。另外，伫心情诗的部分，版面嘛特别设计通甲罗马字对照看。陈顺聪讲，希望这本诗集通互大家对声音、对罗马字等等开始，对诗的文学豆豆去了解。记者伫甲文林学凯、谢桂林台北报道。根据家扶基金会的统计，伫因服务的个案内底，有要一半的家庭照顾者拢有病痛的困扰，而且免两成的逝世就要负担照顾厝内人的责任。这对一寡也未长大人的囡仔来讲，嘛是一个正大的负担。小文徛伫台顶，伊因为疾病，身体有淡薄仔起一边，需要长期使用辅助的家私来矫正。妈妈甲伊拢有共款的疾病，这对单亲的家庭来讲是真大的负担。另一边嘛是单亲的阿豪，因为妈妈着病，阿豪需要担照顾的责任。那你要很早起床喽，很早起床，然后把妈妈的早点打理好，再去坐公车，然后呢坐了1个半小时到石冈去上学。那放学了呢？回家收拾一下东西，再去医院。家扶基金会统计，因服务的千外的家庭内底，有46%的家庭照顾者有病痛的困扰，18%的家庭囡仔需要担照顾厝内人的工课。在疫情之下，状况是更加困难。经济困难，然后亲友资源或能力资源又缺乏，他们在因应风险、面临危机时，那个承受率就更大。家扶基金会表示，今年因为疫情，募资的状况有较差，今年平去年是减4000万左右。明年的目标希望会使募资到7000万，甲环境困难的家庭斗3工。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耶诞节你要到贵北欧芬兰的耶诞村，即马有济观光客嘛出现观光人丁，享受过节气氛。疫情有较稳定，芬兰圣诞村的圣诞老人又搁开始模型，除了有收袂煞的批，也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囡仔替因传礼物。Fai vedere il regalo di Santa, vai. Oh, you got a present. Cool. Com'è Santa di bello? Bello. 换北极圈的圣诞村，互人叫做圣诞老人的家乡。伫过去每年拢会吸引超过50万游客，也毋过这2年因为疫情无啥人。伫最近又搁传出 Omicron 的疫情，当地业者本来担心游客可能会取消行程，好在在疫苗注射率愈来愈悬，游客量已经恢复到过去的7-8成。Actually, we are on our honeymoon. So we got married 1 month ago, and as we are from Malta, we weren't really looking for something warm, something beachy. We we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cold. 来圣诞村观光，除了会人感受圣诞的气氛，运气若好，也会人看到北极光。英国这位阿嬷正喜欢收集圣诞的装饰品，厝内挂满各种的圣诞球，家己也装扮真济圣诞树。对头门口鱼狗到破烂拢是圣诞味。伊收集的圣诞球总量有要到1800件，是世界纪录。Whenever I go anywhere and I see a bauble I like, I fetch it home, especially during the Christmas time. 阿嬷讲，伊的孙拿带囡仔来看伊的时阵，看到规厝间的圣诞球拢真欢喜。另外一位圣诞迷是收集真侪圣诞造型的冰尖，这款冰尖用的材料拢是宝石加珍珠，真特别也真水，数量要到8000个，也得到世界纪录的认证。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哥斯达黎加有人咧饲蝴蝶，红叫做蝴蝶大王，伊是专门咧饲一种大拿闪蝶。展示的时看到有15公分长，咧飞的时，佫会拿亲像闪闪时的拿光随架。
大拿闪电就跟咱叶名同款，伫咧本时阵，两支16有蓝色的色彩，四一个，长度会当到15公分。伊烧来时阵，16合起来了是土色的，顶头的图看起来敢若是正大蕊的目睭。闪片直直的广叫，哥斯达黎加这间蝴蝶养殖场，主人阿尔斯拢是饲大拿闪蝶，每礼拜拢会当生产2000到2500的蝶蛹。Una morfo tiene una gran ventaja, es una mariposa que ella rara vez, a no ser que sea muy tarde o ya está oscureciendo, que ella se posa y se queda quieta. Normalmente ella vuela constantemente, ella pasa volando los mariposarios y eso... 阿尔斯讲，大拿闪蝶真水，伫蝴蝶的种类内面上吸引人注意，不过也上歹饲。伊除了饲金蕉以外，还阁传一种特别的饲料，规个过程爱算准时间。蝴蝶伫咧园区的叶仔顶生卵了，爱甲这款食物刷到实验室，12天了，卵孵出糖，结果甲糖刷转去园区，等因大只了结作蛹，自头到尾爱1个月，所来就是包装准备出口，伫12到18天送到位了。这个蛹拄好经破变做蝴蝶。Hemos exportado a Rusia, a Holanda, a Reino Unido, a Alemania y a Chile. A 5 países hemos exportado. Ah, y a Austria. Hemos exportado a 6. Ahorita estamos solo con Alemania. 因为蝴蝶的生命周期只敢若45天，所以大拿闪蝶的需求是一直拢无停。阿尔斯有20几档的养殖经验，是全世界这种蝴蝶的养殖大王。不过8年前，也捌因为水质污染，蝴蝶破病，规个事业拢倒去。2年了，结果东山再起。而这么夜大拿闪蝶已经传去飞向全世界。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伫印尼东南部的科莫多国家公园，有在世界上体型上界大只的四脚杜丁科莫多龙。即马印尼的政府想要伫咧这个所在发展观光，所以有在动土。专家是烦恼讲，讲要坐种的科莫多龙生态地会受影响。世界上体型上大四脚蛇科莫多龙，只敢若分布伫咧印尼东南平西的岛屿。印尼政府伫1980年就伫咧当地成立国家公园来保护。这个公园伫1991年也被选做联合国世界遗产。不过最近印尼政府以养殖优质观光的口号，希望将这个国家公园发展成做新巴厘岛吸引观光客。对卫星相片当看到开发案正伫咧园区进行。不过媒体有翕到工程车差一点去弄到科莫多龙的画面，引起动物团体甲当地居民反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也来关心。We are surprised that a permit was granted in 2015 without any contact with the UNESCO because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normal procedure. 专家讲，无论开发的程度如何，拢会影响科莫多龙的生存环境。If it's by a key breeding site, then that can have an issue. If it's by a key hunting area and that disturbs their prey and the prey movement changes, then that of course will impact on their hunting success. 印尼政府为着要发展观光，可能和科莫多龙濒临危险的处境更加严重。UNESCO 讲，正伫咧甲印尼协商成立监督小组，评估开发案对科莫多龙保育工作的影响，也伫咧明年重新审查这个公园世界遗产的地位。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北部、东北部，还有中南部的山区，还有一寡雨。不过明仔水气就会减少，全台湾拢好天。不过到拜六有冷空气会到位，咱全台湾温度拢会下降，而且愈换愈寒。礼拜日到后礼拜一上介寒，低温剩10度尔。而且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嘛有机会会落雪。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有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将心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